创世纪45章第3节到11节、15节。第3节，约瑟甲伊的兄弟讲：“我是约瑟，我的老爸枵养养无。”伊的兄弟拢惊甲戆去，毋知要安怎应伊。约瑟阁甲伊的兄弟讲：“较活来我遮咧，因就活去。伊讲：我是恁的小弟，互恁卖来埃及的约瑟。恁毋免因为卖我来遮心艰苦自责，这是上帝派我带领恁来，通保全大家的性命。但期远已经2年，还有5年袂当种植，无通收成。上帝派我带领恁来，是要留恁的后代伫世间，阁要解救恁，保全恁的性命。安尼看起来，派我来遮的毋是恁，是上帝。伊阁互我正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，做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全国。恁着赶紧去甲老爸讲，你的囝约瑟安尼讲：上帝会互我做埃及的宰相，请落来我遮，毋通延迟。你甲你的囝、你的孙，甲牛群、羊群，以及一切所有的，拢通来住伫离我无偌远的高山地区。我要伫遐奉待你，因为还有5年的期远，才免你甲全家以及一切所有的歹过日。约瑟阁甲遐的兄哥小金揽伫好，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。